除此從大家會接財神，當然未有人拜白宮，希望帶來發財。同新北市中和區有個有名嘅白宮廟，過年期間未準備7萬份嘅發財金，為本民眾大賺無卡。拜年的拜六當沖，行萬來萬喜，拜六廟方。也見伫新北市鳳鹿體入名界白宮廟，係清朝乾隆年莊主趙二日立得真喜界，經過276年，已經發展做香火一等興嘅大廟。原本是一間很小的3塊石板做成個小廟，土地公廟。後來經由各地地方人士善心善事來出錢出力，所以目前有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目前的現在的規模。因為未來要畢業了嘛，求未來畢業之後可以求職順利這樣。白宮係管土地界，反映相信入土時有財，所以未老白宮看作係財神。亦見北台灣提入名界白宮廟，未認為安樣對演出之喜事，當日都就超過1萬人次，來讓白宮本界發財金。今日大家來求，也土地跟財神也非常實在，來祭拜了。當日一個地方當有名，所以第一次就想要來這邊求個財運。一般來講，很多民間的傳統習俗，到初4或者是初5很多是說要迎財神。那所以說這個時間很多就來拜財神，就是也土地公把它就一起拜拜就對了。廟方講，雖然對白宮嘅信仰係農業社會嘅時代發展出來嘅，不過安樣嘅文化，什麼天然產業嘅結構變化沒落，顛倒反映出應對憲法嘅期待，成為見來見顯。客家新聞范啟祥、張準新北市報道。